今日无要太蛇啦，毋过念一段，互大家互做偏芳者感受者。古早人讲看到乌的叫乌蛇，白叫白蛇。人讲登山出兵后，台湾出毒蛇。台湾五毒蛇有较火，袂记啊！家在今日无要太蛇。来，今日人数济，为我来，咱行过吼，经过骑乌多摆为边仔过，甚至是收水收过，也是为天顶飞过，或者毋通错过。咱今日线顶要来拍卖吼，即个拍卖讲是各种的商品，包山包海，无买你就真正会害转去，就土大开伫边仔咧改。真济项物件，今日要俗啊卖，互你开心花。来，先甲大家小姐问者，欢迎大家来看我话声叫卖，小等有绕开的所在，就通好甲迄时间记起来吼，就会当加做精华安尼。好，先甲大家小姐问啦吼，伊头条搁车送阿曼欢迎你来，有阿叔阿曼阿聪阿叔阿曼欢迎你来，有军肉好好诶，欢迎你来，今日要来买物件，小等吼，大家会使较交话好无？大家来较交话，我着接恁诶话，看会当讲一寡五四三无正经诶有无？若是对今仔日即个商品吼，小等咧卖商品，若是有任何诶问题想要吐槽诶，想要甲我问诶，想要安怎诶？想要甲大力学了、大力背诶吼，嘛会使吼，欢迎大家加讲一寡话。好，安尼咱废话毋好讲伤济吼，随来拍卖。来，今仔日头一项产品，是啥物咧？开一下网站互大家看吼。MC， 大家食饱未啊？哈，大家暗顿敢有食？咱今日想讲来试看卖用单位拍卖，看敢有前途。若准备了好，也是看的人吼，人数真济。头仔人数济是话好算的啦。我看即摆我为后台看着吼，无讲介济。恁若是嫌无够济，恁会使甲分享出去传互大家看，叫亲情好朋友做伙来看吼。好啦，
今日就先来卖看卖，今日效果若好，后摆再来继续卖。若无好，反正就无后解啊哦。君北拄食饱好，欢迎你来。要买煮的会使哪食饭哪看我拍卖安尼。好，来，废话是有讲较济，今日头一项产品是咱软 Q 鱼。等下我是毋是甲炸掉的？小断者啊！我较过来，安尼，咱今日头一项产品是咱软，我的过无去啊！今日头一项产品，咱软 Q 鱼的芳味的喷雾，对。大家敢知影软 Q 鱼是啥？软 Q 鱼大家有听过？敢有人捌的？若捌的会当举手，毋免举手啦，会当讲者。你阿妈欢迎你来，欢迎来看我来卖物件。软 Q 鱼对，敢有人知？看起来伊你知哦。软 Q 鱼，软 Q 鱼，你毋好看伊迄落，毋好看伊软 Q 鱼。细一尾鱼，就叫是真正细尾，无人做大尾好无？人是大尾鱼啊，是安怎大尾？无讲你毋知，一讲就哎哟，真厉害！台湾话后摆就靠软 Q 鱼来传承啊！大家若毋知影软 Q 鱼的朋友你 YouTube， 大家即摆咧看 YouTube 恁先看我的台，小等有用才甲手机摕出来，才来讲找一下咱软 Q 鱼。伊是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无毋对，就亲像伊你所讲的，无毋对，规章好无错，就是足够水样台语甲英语的即个，有影台语的，或者动画无毋对，恁直接来伊的 YouTube 就看有，佮有足侪拢是 shorts 的，一摆要看起来嘛无足久足轻巧，毋免1分钟就你看了，对。敢若有看过我嘛是捌伫，就是耍手机的时阵有看到，无毋对，大家会使去看咱软 Q 鱼其实有出即个，叫做伊是芳味的喷雾，今日甲大家介绍有2种口味，叫做满海，背景的声通搁较闹热的好来。嫌无够吵我伤吵对无？我伤吵，小等着听袂到即个环境的声对无？好 ，OK， 安尼应该较有较有气氛配音真古锥，有影，而且是讲台语的，所以大家若是有嘛无一定限制讲囡仔人才会当看啦。毋过伊的内容嘛确实是比起并阿辉即个。直播更较适合互囡仔人看，有影啦，所以大家若是有接触到一寡囡仔人囡仔兄、囡仔姐、囡仔朋友要互因更较听更较侪台湾话的时阵，就会使放互因看来头加在迄个伊里有提醒咱甲即个背景的声转较大声听起来较有气氛对无？恁若听迄啥听觉要有气氛，会使转较大声恁若片仔要有气氛要安怎？喷这有芳味的喷雾，喷雾对今日向大家介绍2种口味，叫做满海，满海就正互你一个海的气氛有即个海洋甲船的即个叫做啥插头船的即个味大家会使我应该爱先甲迄个歹势，我先甲小等咱要来买。即个网铃搭伫遮，来，先甲点开小等者。鸟鼻古锥阿妈欢迎你来欢迎。你有软 Q 鱼的商品，进前拜托朋友去文博会买。水你若无买着伊即个因的网站顶面毋若今仔日向大家介绍的即2款迄个喷雾尔其实佫有足侪项产品。所以大家会使来因的网站试看卖我今仔日就伫遮先搭一个迄个网铃大家会使去看今仔日你若无介意即个海洋的味要安怎？不要紧，咱佫有第2种口味第2种口味是叫做摇风伊就无共头仔是海味的简单讲海味的
有介意海线气氛的朋友吼，会使买。啊，你若有介意山线的气氛要安怎？啊，袂要紧，这个是腰风，伊是森林的味，佮有这个山顶的溪仔的这个味，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来，莫讲阿辉头家对大家无好吼，咱今仔日有啥物优待无？有啥物优待别位无的？敢阿辉遮有的？敢有？啊，有影。来，今仔日这个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做咱的优待码啦，优待码，啥物是优待码？优待的号码就对。咱这个网内吼点入去，就通好伫这个网站顶面，就是踅街就对啊。伫网站顶面买物件吼，啊，要买物件的时阵要安怎？有时会有迄运费有无？有时你物件若无讲一摆买足济吼，你着爱纳迄运费，送货钱吼，你着困扰啊！袂要紧，今仔日伫阿辉遮有哦，伫阿辉遮有哦，互你一个优待合作，我的字伫倒位？来，优待号码拍伫遮。阿辉啦，花可乐无零。恁小等吼，若买了吼，要结销的时阵，会记你用这个优待号码哦。用这，敢算是头家，就是来甲大家介绍，来甲大家卖物件就对。来，用这有啥物好处？互你毋免运费。搁会使折扣60块，60块哦。就变做讲你这原底吼。一盒应该会使讲一罐原底一罐56今日折60块，敢若500收你一张500就通解决，佮毋免运费哦，啥物啦？拍这个犹太买就全拢免钱，无遐好诶啦，太有遮好康。你若有物件要安尼卖会使来找我啦。你若有啥物物件想要免费送互别人诶？会使来甲我讲今仔日咱做生意袂当摇腹肚而且这别人的物件，我袂当互别人摇着别人的腹肚摇家己袂要紧，摇家己已经摇惯死啊！你若听了会毋甘敢若讲阿辉拢家己摇腹肚足可怜有无？想要阿辉活较久长的今仔日这迄个历届赞助要是有开，大家要是会使寄付者好。对，就安尼啦，毋信嘞，买2种嘛是干那这60块尔，应该是哦。我是毋知影恁若甲拆做2段会安怎？我袂记得先甲伊问呢。安尼就互大家试验看卖好啊，你若试验看卖，若准拆做2段较俗安尼恁就小研究者看安怎买，安尼对，伊应该是一单干那会当用一个号码的款哦，所以你若要甲伊拆做2单，应该是会当2单拢折扣60块，拢免运费，应该是安尼才对啦，恁小等会当试看卖，好，这今日头一项产品好，大家有啥物问题无？来，毋管大家今日有要买无要买毋管你有要买无要买买这爱钱若钱无够想要较欠的，想要食较饱的，还是要寄付阿辉食较饱的无想要开钱咩安怎袂要紧，软 Q 去，这个 YouTube 订阅免钱好无 ？YouTube 订阅毋免钱，你若是有爱看台语的动画嘛是先甲迄个订阅起来镜仔甲拍开你看，我就是即个无好的示范，无拍开镜仔，安尼拍开。后摆有新的即个台湾话配音的即个足古水、小古水、夭寿古水的动画的时阵，你才袂出过来，这今日作业就这免纳钱的作业大家交一下作业好，掠着无开镜仔对，你看我随改过来，随改正我家己的行为，安尼对无？
来，无啦，我调工要做一个示范，互大家看卖，互大家用目睭看，较有印象对无？一定是安尼，问就是好。来，今日头一项产品介绍出来，来，咱今仔日过来介绍后一项产品咯。大家稍等一下，我今日今仔用心这量口有无对啊？较歹势是今日这个算是小可感冒，大家若有看我的推特，头拄我有咧食食感冒药啊吼，今日身体有淡薄仔较无爽快，所以回顶，我迄个应该介绍的物件，应该互大家优待吼，拢会介绍了。今仔日无一定有才调开足久吼，对，袂要紧，我足敬业的吼，该做的代志都爱做。袂记讲，等。咱这犹太号码，惊恁记袂掉，佮拍出来大家看。佮有一项重要的代志啦，这犹太号码到当时，犹太号码到10月底，足久的哦，还到永远无啦，无迄个厂商无互我遮好康啦，大家了无一定今仔日爱随买啦，会使小考虑一下，会使考虑偌久？考虑1个月。今日10月初1对无？10月初1，10月头一天，就即个好康就报互恁。恁会当豆说，豆考虑，豆买，买一届无够，佫会当加买几届，买到10月底，拢有即个犹太。所以咱这犹太号码就爱记好调哦。你若记袂掉，你就摕迄个一张纸有无？还是摕你手机啊？甲记起来，记起来就对啊。安尼交代甲足清楚吼，大家记会掉吼。来 ，OK。这个今仔日头一项产品啦，头一项产品就是互大家会使考虑真久吼，会使豆买吼。恁若有买的。嘛会当放伫迄个咱 Discord 有迄个足侪频道，会当互大家讨论，互大家开讲有无？恁就会当伫遐分享你的心得啦。你若有想要两项拢买来比较看卖比较看卖你会使甲迄个比较了后的迄个想法你嘛会使拍伫咱 Discord， 甲大家分享，来甲大家讨论看卖，看啥物滋味较适合倒一个人安尼好。来，若记袂掉，就加看几摆，对不？安尼嘛袂歹呢，安尼嘛袂歹，袂晓讲话，安尼嘛袂歹，冲一下迄个时速。好啦，安尼啦，今日第2项产品吼，哎哟，好耍的物件要来咯，来。咱即项，哇，这啥物？现版的？啥物用说现版的？头拄仔为阮好马子的身躯顶挽落来的，人听甲哀叫，流血流地真无简单，才有一片。这我好朋友伊利的叶啊，来，这敢若一片哦，大家若要买要安怎来划价？来，这敢合法？合法，有同意。功效是啥？无效。无啦，功效是好看啦。阿爽阿曼欢迎你来，足久无看，应该毋知，对我来讲足久。阿爽欢迎，来，要看卖。这敢是一种道菜？无啊，是伊家己挽落来互我的啊。交代我会使甲这片摕来卖，来，这片伊利的叶啊，有人要买无？来，咱这敢若一片，所以咱用划价，来，咱若要划价吼，总是爱有一个叫做底票有无？底票就是讲上少爱偌济啦吼，上少偌济上少5块，底票5块。大家有换衫咯，足俗的哦，我的好物子足俗的哦，来5块，拍，你去无咧老话，
伊利你看伊要低咯，莫安尼，我哪有遮粗残？我若遮粗残都袂敢若一片诶，我若较粗残，他有可能敢若一片来遮卖。这倒一个部位遐，我毋知呢，伊版互我诶，伊利，这伊利版互我，我毋知影倒一个部位诶遐啊。这爱请伊利来说明者，我毋知。好，来画价啦，画价哦。头拄有人问讲功效果是啥？效果就是好看，好看。哦，这是迄个，这叫做啥？伫开讲这伊利敢是正讲的伊利当然咯，先画一包哦，画着是真正爱买哦，来，恁先画一下介绍哦，甲大家介绍哦，今日这因为咱伊利是这个 VTuber 吼 ，VTuber 的 V 就是 virtual 就是虚拟的意思，所以今仔日这个盒啊吼嘛是虚拟的，这个虚拟的产品就对，正边倒边袂记好，拄来就咧看这拄来厝人暗暗环境，拄来就看一下刺激的有无？好啦，咱这是电子的吼，大家就先画价吼，适当画着的哦，你就投一下历届吼，投历届纳钱了后吼，我来找你啦，我来找你，甲这个档案互你，我会甲这个电子档互你，哦，内底吼，毋有这盒啊，吼，毋有这盒啊本盒，佮有迄个伊利对你的感谢，吼，应该毋是会书啦，应该不是写书啦。应该无遐凄惨吼，当然呢，恁着直接历届纳钱互我吼，安尼较方便。这算伊利寄卖啦，所以恁小等迄个历届互我了后，我嘛会甲这钱吼，就是搁转互伊利，所以迄个这有做啥？华记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会。这嘛无讲意思，或者就是这伊利的盒啊吼，所以这钱嘛是会互伊利哦，大家免烦恼，无压迫吼，无强迫吼，无甲人安怎？头家啊，拜托来交管的做评委对啊，各位头家，来，即马画甲100尔呢，画甲100，即马画甲我应该甲这个介绍写伫遮吼，啥物少倒台人，干嘛呢？我头台人，我也无台人啊。来啊，啥？我头讲安怎？我无。来，即马是绿客车送的100块，有人要花的无？来，是毋是讲各种这盒啊吼，无够色拍？是毋是无够色拍？你若嫌无够色拍，要安怎袂要紧？我甲你讲，头仔讲这盒啊的功能是啥？功能是好看。好看，敢就干那安尼？无好看是偌好看。来，电刀啊、电椅啊、电拄啊、电布啊、电线啊、电拔啊、电阿嬷、电护心拍啊，咱今仔日拢无要卖。毋过，吼，电盒啊，你捌看过无？电盒啊，你捌看过无？啥物叫做电盒啊？偌尔啊电，来，电互大家看。小等啊，我找一下伊的开关。开关伫倒？咱无台人有扑草，莫要讲。扑草嘛是会疼呢。来电盒啊！哎哟，电盒啊有色拍无？你啊喂，电盒啊，敢有人捌看过？一片盒啊，满足你所有可见光的波长。可见光这是非常的厉害哦。啥物伊利电火哦？头拄啊，即个台词淡薄仔熟悉，希望袂互迄个美术集团检举也是应该袂。怎电盒有色拍哦 ，RGB 盒有影，感觉食了会中毒，都甲你讲伊个功能是好看。我有甲恁千交代万交代，即片盒的功能是好看，毋是要互你食的吼，你毋好乌白食。来啦。头仔讲这一片叶啊，会满足你所有可见光的波长。不可见光是要安怎？毋是不可见光，你着看无是咧。你若看会到不可见光，我随在你。
这敢若100块，来，放伫头壳顶，敢有法度变身？应该是无法度，无法度变身啦。啊，放伫头壳顶，应该大家拢会闪你闪甲离啦。吼，你若甲这搭伫你的头壳顶，我看别人嘛毋敢接近你。吼，剩无啥尔，电工效果传互到有影。电工效果传互到，啊，无啥变怎？无啥你拿后家己摕来斗。你家己。哦，这个叶啊，吼，你搭伫你的头壳顶，哦，啊，你家己唱歌，哦，看你要唱啥，看你要唱偌色拍拢会使。哇，要讲起来点来，哦，迄个或者食薰咧食安尼呢，袂使咯，袂使有白食啦，这看起来中毒呢。暗时骑车袂歹，有影。你若暗时骑车，暗时行路，暗时收水，暗时觅烧吹，暗时要创啥的？你惊讲你惊？伫即个路面，惊互车动，吼，惊互飞轮机动，吼，你即个叶啊，搭伫你骹脚边，有无？吼，你即个，这叫做啥？这叫做暗暝内底一粒星，吼，这毋是普通的一粒星，这是迄个各种色水拢有够色拍的星，大明星有无？你买一个啦，画一个啦，甲一个人画100块呢。安尼伊你敢会相信？啥物等咧？是要等啥？佮等你骹手慢，你凡事都买无，毋好等。唱啥物？唱七彩霓虹灯，还是要唱啥物？七彩的微风，拢会使哦。来，100块，米香吹用这是，对呢，无米烧吹，你若。米烧吹用着即块，你就毋好搭伫家己身躯顶，你着搭伫别人的骹脚边有无？哦，你着通好做壁。哎哟，鸟味古水花甲200，来，鸟味古水花甲200。你若花甲17万，啊讲无爱安怎？我会破一篇文，甲你检讨安尼。无，我是搁会当创啥？我搁会当创啥？除了轻凊彩食，我真无法度。来啦，卖花甲收含啊，毋是，我改一下迄个。即马花甲200哦，来鸟味古水200，来，搁有无？鸟味古水花甲200买一片叶啊，价值。花甲17万，阿公无爱滴就会互伊你啊。那雄讲无爱，咱就会孝有影，毋那伊你，毋是你毋通安尼，你毋通安尼讲。这有诶观众朋友吼，毋知影是倒有问题，有够变态，就上爱看主播妈妈孝有无？你若讲咱会孝哦，爱看你孝诶，甲爱看我孝诶，拢有够欢喜。啊，因着真正安尼做，袂使，袂当安尼讲。吼，应该爱讲雄讲无爱，咱就一世人拢袂孝出来。敢是安尼讲？好，刷去，就飞底即马画家鸟味古水的200块。真实就是安怎咯？真实大家拢爱看主播慢慢好笑。来，鸟味古水画家200，鸟味古水200一届。对，咱就破文，对，咱敢若会当破文。咱除了破文嘛，无别项武器啊，真无法度。200，搁有要出来无？200一届，啊，毋是已经2届，200来，画较悬的，一粒暗，一粒初见平安，欢迎你来。今日咱讲台语，用台湾话来拍卖。好耍，安。平常时有机会嘛是讲真侪台语啦，有时嘛会讲华语，所以听无免烦恼，听无就问观众朋友，听无就甲边仔人，啊，不是听不懂的话，怎么会听得懂这一串呢？听不懂就问旁边的人，不要紧，听不懂就问聊天室。来，今日人数姐为我来，经过，哦，徛倒摆位边仔过，拢毋好错过。画价，对，即马咧卖即个足色拍的叶啊，即马画价200块2届啊，过来要第3届哦，第3届咱就算得标啊哦，来，画价17万，啊讲无爱就会红吼，黑红的红，哇，哎哟，多谢，大家拢对新朋友有够亲切，水，来。要出的有无？影无？
好，203届，好，来恭喜鸟味果水得标，吼，你小等甲即个200块吼，为即个历届送过来吼，这叶仔就你的，这叶仔就你的，来多谢鸟味头家高官，有影，啥物细人百款，是要看人好是无？嘛是有啦，嘛是有，我尊重逐个人迄个，我听有厝里一直咧讲水，安尼拄啊好，会使分享互厝内其他的亲情朋友做伙来看。感谢鸟味果水无弃标多谢，恭喜你介绍伊利啊伙计，无你直接互伊利好啊，安尼毋免互历届迄个抽2届啦，大家若我是毋是应该甲伊利的历届搭伫遮？小等啊！趁这个机会，啉一下白茶。伊利的历届，来，200块直接答互伊利，吼咱这个电子盒仔就传互你。历届。感谢阿辉，互你赚到，这是我的荣幸，这一定爱，历届找着马玲珠老师，来搭伫遮，请鸟味果水立即200块，其他的人若是看伊你缘投，想要互伊一寡钱，互伊食较饱的嘛，会使直接趁这个机会，放一寡钱伫伊的这个历届内底哦。要互我嘛会使啦，好，恭喜！安尼咱这电子盒甲包起来，小等的寄过啊。我倒开嘛通找伊利有包这个买后的服务售后服务非常的，或者做迄个。甲大家迄个处理甲真好势，对了，无摕捌达讲倒我的倒会受气。是啦，应该是爱迄个甲讲一下，较有迄个，安尼敢有声？敢会伤大声？好，我小应该听有，好 ，OK。安尼咱小等通来卖甲较迄个，卖甲较差的。好来，后一个拍卖啥？小等啊。有声好，水，弄着有声，虽然弄着有声通常，普通时毋是安尼用的，毋过意思有相共，要讲，我历届出现啊，多谢我的 Nightbot， 伊甲我的历届搭伫遮提醒大家，对，一定爱举手来讲的有无？我头仔用手咧讲的，应该会较听起来较无遐好听来，安尼顺落有声吼，应该有电脑较细声咧，好啦，我用手。牺牲足大，用手来讲。来，咱后一项产品，敢算是产品？我来看卖。对哦，哇，今日卖较紧呢，比我想象的搁较紧。我淡薄仔烦恼讲小等啊，伤紧结束要安怎？敢会当甲Nightbot买倒转去？毋是吼，Nightbot 就免纳钱的。你若有做？啥？你若有咧经营 YouTube 频道，还是Twitch，你直接甲迄个叫啥？去申请就有。开线我遮无开线呢，所以可能无法度。来，咱来卖后一项，来甲大家考一下，古早时代北欧人安怎算命？大家平常时敢有咧算命？无一定讲算命啦。这华语讲占卜甲算命算命，凡说无啥共啦。毋过台湾话我感觉讲算命应该是会通吼。来，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来甲大家考一下，知影的咱亚洲的0287暗暝环境你来甲拄啊好。咱卖到第3项啊，淡薄仔紧呢，有淡薄仔烦恼。应该嘛袂要紧，反正今日拄好感冒，会使较早下班，较早休困。头一摆来台语大家好耍安尼你爱定来啊！我尽量定开，甲台语有关系。有时平常时我若有耍电动的时阵嘛，拢是讲台语，会使倒来看卖。今日较特别，今日咧卖物件，平常时拢无咧卖物件，平常时拢咧卖家己的即个外表。
是的。哎，看手文，佮有迄个易经，毋是，我讲北欧人哦，嘿，北欧，咱讲即个欧洲，欧洲伫倒位？咱讲西洋啦，北欧古早时代北欧安怎算命？有人知影无？嘿，后面佮有几项，我其实因为今仔日算是试卖，所以虽然因为我。迄个前几工有伫 Twitter 打一篇文，就甲大家问讲，敢有人是要卖物件的？若准有诶，会当甲我联络，有无？对，有足侪人拢来留话，真足欢喜。毋过较可惜诶，就是我今仔日原底是足烦恼讲卖了，想讲今仔日来试卖，咱着头一摆嘛，先无准备遐济，所以基本上今仔日主要会来卖就是。二手的暂时较无安排，大部分二手的物件我今仔日较无准备伫内底互大家看，所以主要较济是一寡厂商的有即个犹太号码会使提供互大家，若无就是头迄个伊利迄片叶较特别。所以这是迄个长青拍卖节目，我是想讲先试看卖，试了若来看的人有够济，大家有爱看，也是有爱买，我后摆就加做几摆，若无人来看，后摆就无啊，所以我会阁想者，好，就是安尼，会当吼，我好像袂歹，阿叔，对，无毋对，讲符文，有人讲是华语讲卢恩符文呐。古早时代北欧人安怎算命讲到无奖品歹势，今日无准备奖品，无法度送互大家好，今日来甲大家介绍，即个算是算命服务，咧用的是即个古早时代北欧咧用的runes，英语讲 runes， 华语是讲卢恩符文。大家若是平常时有需要一寡建议想要来占卜、来算命看卖会使来找咱这位朋友。来，我先甲伊的 Instagram 打伫遮，来，大家会使去甲伊迄个小推。敢会当算讲绿地老师啥物时阵出道？我毋知影伊敢有咧算真呢？对 ，Viking 算命先，无毋对，就是安尼，我毋知影伊敢有限制讲，敢若会当问甲家己较有关系的问题，这我毋知啦。毋过，若准咱迄个绿曲车老师若是想要出道毋知影当时出道较好，也是毋知影要做啥物款的准备较好。这应该会当问，好，大家若是有要出道，喂，大家若是有啥物迄个各种的问题拢会使去问，来，有人做需要的对无？阿选对无？来，上重要的介绍安怎算？来，你若有足侪问题想要问，免烦恼。伊这互你食烫海，啥物意思？就是伊是算时间的，伫这个时间内底，你要问几题，拢在你欢喜。来，安怎算？甲介绍，搭伫遮，大家看来，20分钟载你问，20分钟载你问，20分钟就是600块。伊这线顶会使做所以大家直接点这个 Instagram 入去你若要甲伊注文，要约时间的直接甲伊联络，伊有甲我交代，就甲这答互大家直接找伊联络，就会当问介绍，就会当伫这个线顶来进行啊。搁有一个，这是阿慧拍卖限定的阿慧拍卖才有的这个犹太是啥？稍等，我伫遮拍互大家看，来，这字较济，火纸拍卖才有，伊加送一届，互你下愿，加送一届，这叫做愿望符文，你会使下愿，伊就会甲你，就会替你，甲伊，毋是咧卖牌啊，我毋知伊敢有咧卖牌啊，嘛会使甲伊问啦，应该是会使甲伊问问题，应该是无犯法。若直接需要这个
算命的服务会使直接找伊，吼就是去找伊的时阵报我的名，报我的名才有哦，报我的名你就会当搁下一个关，下一个关伊就会甲你代替你，甲伊化气，甲伊消气，就会当就是，互你迄个愿望较有机会实现就对，嘿，来。大家会使参考看觅，我甲迄个网内大地开讲式嘛有甲定起来，所以大家会使先甲追踪，你若惊袂记，你嘛会使先甲伊迄个签落来，就是甲即个网内搭伫你手机某一个所在，你家己记会牢的安尼，好。话讲伤济，应该是爱啉一下茶。玉山阿妈，欢迎你来，欢迎。感谢乐山头家来看我卖物件，来食只熬汤。哇，下元要着，要着彩票哦！讲到这彩票，我过2天，感冒加啉水好，我先啉者。多谢提醒，讲到这彩票、彩券啊，台湾应该是讲彩券。讲到买这彩券，咱过2天来买只彩券，看敢会得奖。若做得奖，我就通来做业务啊。大家伫我的频道会使看者，佮后面在要唱歌啦。所以其实今日开这个台进前，我嘛有拨一寡时间头。练习一下迄个明仔载要唱的歌，所以今日可能对然后的负担有较重，歹势，大家都罔听，罔嫌安尼，若无得奖会安怎？无得奖的较早困较有面，的过顿工继续做工课，无会当安怎？无是要安怎？对啊，就乖乖继续开台啊，继续做委托，继续趁钱，继续生活啊，无要安怎？买彩券就是买一个梦想啦。哇，即张讲句，来紧，即个若买咱即个迄个啥公益彩券吼，就算讲句你的钱嘛是会摕去做公益啦，所以迄个大家就买一下好耍，买一下好耍。家己着看家己的能力到倒位，毋好买甲家己迄个达袂起。对啦，真正有甲大家讨论，迄个梦想跟妄想差在哪里？有影，这较像是买妄想，有影。毋是买一个梦想，买一个妄想尔。好，来，咱今日过来继续买。这嘛是头家有交代吼，来。对啦，头仔讲家己是头家，其实毋是啦，其实我就是来画卖一个，算是啥？算是做线工的人，敢是安尼讲？算是来画声的啦。其他迄个交代我卖物件的，遮的迄个爸母，直接叫爸母啊！即个交代有物件寄伫我遮，互我卖迄个。迄个阿爹阿娘，因才是头家啦。其实因才是头家。今日这头家有交代，来，这头家有交代，足侪好康要送互大家。来，这讲生笑，莫生气。袂啦，我讲你讲的有理呢，真是。金伯阿妈欢迎你来，金伯，哇，有一些无甲你讲台语啊，欢迎你今日来看我用台语。话声叫卖，今日若来看的人有较济吼，大家若爱看爱听，我后摆才来继续卖。啥物？头家叫你放送一下囡仔走无去？毋是，好有收到钱，好水，尻川连大腿。好，小等即个放送了，咱随甲即个石拍的叶啊，随寄互鸟味果追。好，来，今日头家有交代吼，头家有交代讲。你若是去杀着，煞来要卖物件，甲咱即个爱情足有关系，应该是足有关系。
甲咱咧，毋管是爱情还是亲情，还是啥物款的感情，拢真有关系哦。讲啥？哦，头家交代讲，你若是杀着迄个电视内底查某囡仔要创啥？啥物意思？哦，无啦，就是讲若有啥物迄个 anime 角色啊，还是讲 VTuber 啊，你有够介意对伊未来笑伤日牵挂无看到伊会困袂去要安怎？甲带倒转去。来，咱来看一下网站。来，这我好朋友啦，我的好朋友若嘛，有交代讲，来，今仔日有犹太，嘛是要送互大家。足重要犹太资讯，我先放伫遮，稍等一下。我先家己放伫。来，犹太马毋若一个啊，等，我应该先甲即个网链啊搭伫遮，互大家。来，你讲你哦。可能足侪人拢有即种的情形啦，啥物情形？讲对即个，足侪对，这就是想讲，进前甲伊就是开讲的时阵有讲着问讲大家毋知影拢会买啥物款的介绍，较适合大家的即个买物件的习惯，咱头家若嘛做阿萨利，伊就讲废话莫遐济，无啦，伊做礼貌，伊毋是安尼讲，毋过伊意思就是讲袂要紧。就今仔日，互大家即个三种无共款的迄个犹太马，三种无共款的犹太马，看你买甲啥物款的介绍，你就用倒一个。好，大家都先记起来。若袂记袂要紧，即个咱放上加看几摆，安尼我时数嘛是趁着，所以毋免记起来袂要紧啦。马子里暗门欢迎你来，头家欢迎你来交关，来看麦。好，回到遮呢，什么鸡鸭会？迄个应该是伊即个商店的名啦，是咱若嘛即个伊的店的名，内底有即个喜美。毋是讲我是喜美，毋是安尼，你若是杀着，即个即个啥？你若杀着 VTuber 对于未来销售就牵挂无伊困袂去，无伊食袂落，要安怎？袂紧来，无足贵，360块，甲你的牵手，也是你的囡仔。有的人迄个对角色的感情，有时是迄个，有时这感情是家当做囡仔，有无？歹使袂要紧在你欢喜，甲你的牵手，甲你的囡仔带转去恁兜，互你看会着，摸会着，安尼你较有面，较食会落。伫今日商品其实足济哦，伊这个犹太马就是伫咱的即间商店内底你真正内底好料足济，大家豆家己说有诶嘛无方便介绍诶，就因为有诶物件我较歹势因为我足纯情诶有无？我足纯情平常时拢足乖卡诶牵手毋过手指头会互伊加长，你牺牲者毋是，这马内也袂叮当，对无？今日这翁仔有够好，马内暗时拢袂家己叮当，拢袂对你安怎有无？有挂保证的，绝对袂黑白叮当，袂甲你的手指头加互长，免烦恼。好啦，为着有一寡物件我歹势伫即个放送直接摕出来互大家看的，恁试看卖咧。无共款的好料嘛是介济，你若无咧看 VTuber 要安怎？你若无要看 VTuber，你太伫遮，我毋得。好啦，毋是啦，恁若对 VTuber 的即个翁仔较无兴趣的，袂要紧。我知影有人咧画图的有无？有人咧画图的佫有这素体，还是会当着无法度你定。来。我知影有人定咧画图有无？这素体嘛通买，有查甫的，有查某的，看你要画啥，大家有的人，我知影有的人爱看迄个查甫人运动对无？上好是两个查甫人做伙运动，
我是讲拍球。啊，若毋管啦，非得就是，若有爱画图的吼，是要画人的动作的，吼。你看运动的动作，你家己找资料，有时啊无一定好找啊。有时啊，你找网络的资料，啊无你要爱的姿势要安怎袂要紧，要一身素体军，吼，买来就通好看，吼，通好即个，互你画图搁较精彩，画图搁较好看，有无？有人做需要的吼，对啊，你若无要画图，你家己嘛是会当。两身就摆一个，你介意看姿势，敢是安尼讲？好，回你到遮呢。翁仔若是会叮当，就爱叫伊出去趁钱。哇，你讲的有理呢，莫怪因拢无咧叮当，因都无要做工课吼。会叮当算你衰，爱出去趁钱吼。好，回你到遮呢吼啊。对，有咧画图的朋友吼，通参考看卖哦，这袂歹。啊，无咧画图的朋友嘛，通好参考看卖，买来就会开始练习啊，吼。你是安怎？你买来，你著迄个物件，伫你的迄个房间内底，就占一个位。啊，你不时经过，你都会看到，就甲你提醒讲，啊，我要练画图，啊，有无？哇，买一个，你这个生活就向做有目标。来啦，买一个，嘿。好来，啊毋若食的哦，哦，来，你若有爱看水姑娘啊吼，毋免迄个啦，毋免歹势啦。我知影遮有足侪朋友其实足爱看水姑娘啊，啊歹势吼，阿辉毋是美少女，这我对不起大家啦。哦，这个我的问题，我爱检讨。吼啊，袂要紧，吼，虽然我毋是美少女，吼啊，毋过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哦，伫若马的店内底吼，即个美少女的翁仔嘛介济，哦，若有爱看的，哦，家己会当买一身倒去看。换落山讲买遐济翁仔，就是希望因天使开始叮当。喂，哇，敢讲落山就是因为雄雄的开始叮当，就知影讲哇要出来讨趁啊，无轻松。我2000点我来变美少女啊，毋是，这都毋是我家己有才调改变的代志。啊，有机会一定变，好，回得到遮呢。来，啊，你若，好啦，这要安怎讲？你若对即个日本的 ACG 吼较无熟的吼，哇 ，VTuber 你也无咧看，啊，画图你也袂瘾画，吼，啊，日本的美少女你嘛无介意，要安怎？袂要紧，传统经典的美。这敢算美少女？这应该算女神吼。传统的女神，经典的女神啊嘛有呢，哎哟嘛有呢。哦，啊这都有较贵啦。哦，毕竟是这个女神，迄个身价较悬嘛是合理吼。嘿，要紧你这若买2组，你就通好用咱这个犹太号码的第2抓。哦，这趣味。这世界经典，哦，这经典的这个。经典的美术作品，对无？维纳斯，有影，Venus， 咱讲是，对啊。你买这，你这个文艺气质有无？你的气质就直接出来。你甲这放伫你的迄个房间内底，放伫你的桌仔顶，哦，哇！大家一看到，哇，这有品味的，哎哟！平常时拢咧受这个艺术的这个熏陶的对，就知影你这个人无简单。哦，你买这身女神，你家己的身价嘛，搁较悬有无？好，伊毋若安尼哦，伊搁会当有无共的姿势哦。你看，伊的关节会当震动哦。看你要互伊啥物款姿势，你会使家己安排。有无？有厉害无？哦，足厉害。对，是一个系列，无毋对，是一个系列，伊搁有迄个维美尔，迄个德古灵的姑娘啊，所以会使参考看卖。过来咧，啉者茶歹势，讲甲伤兴奋啊。这系列个维特鲁威人真厉害，哇！好。过来，咱今日这犹太号码，毋若头前2组对无？第三组迄个阿辉 X 满1万，互你折扣1000块。
哇，你讲这买1万，要安怎才买会到1万？哎，佮报一个好，不要讲话，佮报一个好康，互大家来。哇，这组有够厉害，这组有够厉害，会当合体，哇！大家敢有看 Voltron？ 啊，其实我无啦，嘿，啊，毋过这嘛算是足经典的作品，连米买1万较困难，不要紧，大家会使豆豆仔踅，因为即间卖场真正有够大，内底迄个选择真正有够济，所以真正是会当豆豆仔来豆豆仔踅啦，其实今日头家有交代我，就是伊有带足济伊家己做推荐互大家的产品，啊，毋过因为实在伤济，看起来迄个好耍的物件实在足济，所以今仔日真正是介绍袂了。这 Voltron 这甲做迄个伊是会当分开做5只分开的。啊，毋若5只分开，伊阁会当摆无共的姿势，阁有武器会当压伫即个，这算是家己喙内。啊，伊阁会当合作伙变做只，看到。你若买一组无够，你会当买2组，你会当买3组。你买3组，你即个要安怎讲？你会当买3组吼，啊，这3组你就会当一组。迄个分开的，啊，一组合作伙，啊，一组放伫迄个盒仔内底，珍藏的，莫甲拆开的，有无？来，大家当参考看卖。啊，毋过，干那库存干那一件啦，要买3组，爱甲头家问者，我毋知影敢袂使。好啊，阁有一个好康伫罗马的店买物件，阁有一个好康。啊，即个好康，大家即摆有咧看的，有咧听的，才知影。我干那用讲的我无拍伫即个荧幕顶面大家爱斟酌听。阁有一项好康，算是隐藏版的啦。这隐藏版的我无拍伫画面顶悬，恁用听的来听清楚。伊讲，你若买超过5000的，你若一单就是你所有物件加起来买超过5000的。啊，你会使去找伊的推特，你找推特甲伊讲报我的名，会使去参详看有伊会互你其他的优待，对，就安尼，啊，详细内容我袂当直接讲，所以你若有迄个买超过5000的，会使直接甲伊联络，会使甲伊就报我的名就对，哇，从来毋捌感觉家己的名写遮尔好用，就安尼。OK， 大家记好条，啊，歹势，一直咧拍的。顶回招迄个罗马来我的频道，甲大家做伙开讲的时阵，其实都有交代讲，迄个伊的即个露天的即个卖场，大家都会使加入迄个我的最爱啊啦，就是即个时阵就通好用啦，大家一定爱先加起哩。后摆有其他迄个优惠的时阵比如讲今仔日都有啊这优待号码都互大家啊，大家若拄好想要买物件，想要买迄个，想要甲你的牵手，还是你的囡仔迄个住伫你的房间内底，互你较好困的趁即个机会好无？趁即个机会，敢若是要甲人抢咱阿慧大的名，无啦，哪有？我头有遮恐怖，无啦。好，咱来看后一项，是个文字收起来。好，来大家稍等啊。哇，找一下哇，过来这项嘛无简单哦。过来这项，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迄个，甲我迄个叫做啥？甲我回答一下好无？来，各位观众，各位亲情好朋友，这有 VTuber 朋友的无 ？VTuber 朋友，举手者，举一下手，互我看卖。来，互大家一寡时间吼。VTuber 朋友。
举手甲我讲者，趁大家举手的时阵，我搁啉茶好啊。来，太无，明明就足济。开讲时明明头拄仔就看到足济，太无举手。哦，是安尼，应该叫子喂，子手够细支的，环境你来看暗暝来看我卖物件。哇，有人开始咧叫人，有人开始咧叫别人举手啊！好 ，VTuber 哎，欢迎恁来，好，来 VTuber 朋友嘛袂少，搁来有准备中的无？准备中的 VTuber 朋友有无？准备中的朋友，举手者，我看卖好无？来，鸟味主播甲一头主播应当拢，袂要紧，小等来甲因修理，无啦，对啊，拢无举手的吼。准备中安尼，头拄迄个讲是 VTuber， 你但无举手的，问你敢是准备中的 VTuber， 你嘛无举手的遮个人吼，我即摆就是要针对恁遮个人，头拄无举手的，手会当举起来，恁嘛拢算是准备中的，恁一个人就免想要走，无出道我袂放恁煞，感谢安尼讲，哇，今日卖物件口气足大，救人，小等大家都无要看，好，恁。嘛拢是未来的 VTuber 吼，好啦，举手的朋友手通好放落来，有人问讲，阿慧啊，你照起讲，敢是讲照起讲？阿慧，你不时拢咧逼别人出道吼，叫观众朋友吼一定爱出道，讲啥物无出道袂放因煞，毋是，VTuber 我都袂晓做，遮个软体安怎用？遮个软体安怎用？无人甲我教，哦。你叫是无人甲你教，你就倒会过，无啦，无遮歹。毋过吼，你若是想要来做 VTuber， 煞毋知影软体安怎用，足侪迄个相关的知识吼，你希望有人会当甲你教，做一摆教的，安尼较简单。要出道的朋友，有足适合大家的物件来咯，来，这嘛无简单。线顶课程，今日。台湾话拍卖，啥物拢会当卖。线顶课程敢会当卖？嘛会当卖。来，这算大买啦！大家若有定咧看推特，凡是看到伊名，来咱李安瑟罗老师，有开足侪无共的线顶的课，毋管你是准备中 VTuber， 你需要知影一寡 Live 2D 基本的知识，还是。或者大家直接点入去，对，我先打这个网链互大家，稍等。来，网链伫遮，大家点入去，通好看。来点互大家看。你若要做 VTuber， 毋知影要安怎做，看伊个课真紧啦，真紧。嘛无贵吼，750块，敢着爱750块。我敢卖互恁犹太，头家有交代，啥物款的犹太，小等甲大家讲，所以你若是要做 VTuber， 你若是毋知影安怎做，你的主播一直叫你出道，互你足困扰的，逐工来你咧开讲室，主播看着你就讲，当时要出道，要安怎压力足大，毋免压力毋免大，你来看这个课，真紧甲你教会晓，伊阁有这个介绍的影片，大家会使去这个网站点入去随看，对，无毋对，伊遮其他较细节的说明伫遮拢有，过来，搁较重要的是，头拄有讲啥物？头拄有讲这个750块，敢着爱750块？750块，你讲头家甲迄个鸟味果水已经倒走，免烦恼，佫有一个好消息哦，我甲恁讲哦，恁家己买即个课程无一定爱家己出道哦。用途有啥物用途？这用途你毋若家己看。你会使送互别人，你会使送互别人。你无一定要家己出道才来买。你要叫别人出道，你嘛会使买这，互你想要出道的朋友做礼物。方便。
所以免烦恼，毋免逃走，毋免逃走，吼，飞顶嘛无要放大家煞。好啦，你讲750块伤贵啦，买一个750块的这个礼物送互人，我毋爱，袂要紧。今仔日来遮，报互大家买，就是爱互大家犹太，啥物款的犹太。莫讲遐济废话，咱直接来看，来，咱这个折扣的这个算是犹太号码，你这个。会使送礼物叫人出道啦，有影，来，你咧结销的时阵，共款结账的时候，共款结销的时阵，拍这犹太号码单花纸吼，拍这犹太号码单花纸，就折扣250块。哇，原底750块，直接减1/3无去啊啦，甲你收500尔啦。500尔，原底1000块呢，原底拢无拍折的时阵1000块的课，变做500块，夭寿，直接一半钱尔哦，对无？今日有报这个好康互大家，嘿，结销的时阵，爱记你用我的迄个犹太号码单花纸，直接扣250块，对。有准备中的 VTuber 朋友，你若感觉你平常时就是要出道的相关的知识无够的。也是你的好朋友，对，我就是讲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要出道，你要送一个礼物给伊，嘛会使来买，无一定爱家己出道才会当买，嘿，所以欢迎大家来。你若毋是要出道你就要做别项比如讲做一寡 Live 2D甲咱模型较有关系，做模型较有关系的工课，嘛会当来买。当然无共款的课，介绍都无共，因为内容拢无共。所以你无一定是要出道做 VTuber 才会当来买哦。伊这课程，若有做 VTuber 通好用的，也是要做 Live 2D 的模型的工课，也是你全拢要滴。讲囡仔人才做选择，我全部拢要爱。你嘛会使买这个组合包，好朋友足恐怖，毋是都有人讲好朋友就爱送恐怖的 game 互伊，叫伊说送一下这个课程嘛袂歹啊，这课程学了这个知识，就伫你的头壳内底，送到抢袂去嘛袂走去，袂歹啦，这真正足适合做礼物的，我甲你讲，就是安尼，所以大家爱会记你。先试看卖，一定爱用我的这个犹太号码哦，因为真正折扣足济，真正犹太有够济，所以真正爱给你用。这你嘛是会当写伫恁的这个铺仔内底，还是写伫你手机仔内底，唔通放袂记，你的250块就伫遮。换图书馆系准备中，换，好啦，大家豆豆准备啦，豆豆咧准备的时阵，就会当先来看一下课程，补充一下知识有无？敢有限时？伊无甲我讲，所以应该是无，应该是，或者有一个限制，就是讲大家人敢若会当用一届，上重要就是大家人敢若会当用一届，应该是无限时，所以若是要咧考虑的，嘛毋免伤过有压力，会当去考虑者，或者恁若惊放袂记你着甲这个网链先欠伫你的这个你讲的敢有限时是讲这个课程这课程是录好的，无毋对，互大家看一下伊的介绍，这课程无限时，你要看几届拢会使，而且伊嘛足大心，这个课程偌长伊拢有甲你讲，你这要看几遍拢会使，伊是大成录好的，毋是直播的，伊是加迄个拢较讲重点就对啊，对，所以无限时无限时，免烦恼，有讲，遮拢有写，永远拢会当看，无时间的限制，做你看，是就是安尼，而且你若有啥问题，你其实会使直接问，足方便，
哦，目连啊，我已经搭伫咱开讲室，会使点入去看。嘿，倒是安尼。过来咱后一项，咱来准备后一项。稍等者哦，我甲我的文字先收好。哦，伊个会当加入去 Discord 内底，甲其他的同学讨论，无毋对。你若是准备中的 VTuber 准备中的 VTuber， 有时会感觉讲，上无我家己咧准备的时阵，也是我看人咧准备的时阵，拢会感觉讲，有足侪物件，其实若是有朋友做伙讨论会较好。嘿，所以有影，这嘛是提供大家一个会当甲同学讨论的这个机会。嘿，所以嘛袂歹哦，嘛袂歹。嘿，这毋那就是看迄个课程尔，伊个有互你。甲其他人交流的，这个算是提供一个机会，所以大家真会当，真正会当好好考虑者。啊，你摕落去食看哦，好，真正是好朋友呢。来，今仔日先来困好，这先休困无问题，明仔载才阁保动。身体爱顾，身体先顾，困好饱。我其实可能嘛冻无足久啊啦，我无冻头，因为小可感着，所以我可能嘛袂阁开真久。我物件嘛准备甲无足济，所以嘛要卖了啊，差不多要来介绍了啊。咱搁来一项，咱头啊落山哦，落山，即个我的好朋友落山是要来提供互大家，嘿。来找只图，稍等一下哦。来，等下，我是不是应该放较大的？来，落山的衫啦。好，我会保重，多谢阿叔的提醒。嘿，阿叔嘛爱困较饱的，嘿，食较饱的，吼，身体顾好，嘿。落山的衫，敢是安尼讲？落山的红仔衫啦，对，这是布袋戏红仔的衫哦。布袋戏红仔的衫，啥物意思？啥物意思？这敢唔算话音？这港音，啥物意思？无啦，这布袋戏红仔的衫，所以就唔是互人穿的啦。啊，你若钱的入去，我嘛是摕你无法哦。哇！大家有真侪朋友有咧看布袋戏哦，嘿，我较无，毋过我知影，就是，就是落山嘛足关心布袋戏，可能有足侪朋友嘛有咧看的，所以凡是恁会有兴趣，布袋戏的衫，这要安怎算？毋是要互大家发价哦，来，毋过这已经算是。伫阿慧遮，落山阿蛮，头啊看你一时啊无出现，毋知你是去无用，还是敢要有继续伫遮？来，这是伫阿慧遮才有的，这个算是亲友的介绍吼。来，我的字伫倒位？伫遮，嘿，哇！小等阁有一个台语现代小说的这个选集，小等才来讲。先甲来介绍这较特别的红仔衫，吼，伫我遮有这个介绍，或者8000块，吼，落山有伫遮，但是我小等若有讲毋对的时阵，我小等若有讲毋对，还是恁有其他的问题，可能甲布袋戏较有关系的问题，我若回答袂出来，落山拄好伫遮，会当甲恁解答。后摆落山出家己的衫，最后一摆。后一摆海参就剩一粒头，有够恐怖，什么意思？好，为得这红仔衫算是全新的，毋那全新的，佮有手布，内底是有这手布，包括手布，而且佮有送二手的鞋啊，衫是全新的，送你二手的鞋啊，安尼，
大家若是有兴趣，嘿，真正要着赚着哦啊！大家若是有兴趣，要安怎？有兴趣的我直接甲乐山的 Discord 打伫遮，来，大家稍等啊，来伫遮。若有要买，你 Discord 加乐山做好朋友，吼，甲乐山加做朋友了后，直接甲伊讲，伫阿慧遮看到讲乐山有要卖，吼，直接甲问甲联络就对啊。嘿，好，啊，二手的鞋啊，大家若看无够清楚，我来放一个较大的图，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哦。哎，来鞋啊，大家看较清的嘛是足精致，嘛是这个做甲足幼的，嘿，对，大家买着赚着，嘿，毋是买衫送鞋啊，送手布，你伫倒位听过？嘿，这今仔日哦，错过即档，就无即档，哪像有讲哪有讲，嘿，非得就是安尼，对，来有兴趣的朋友，直接我有订起来吼，我有订起来，直接去 Discord 找乐山做朋友，就会当甲问，就会当找伊买，这乐山这应该是迄个送较先甲你联络的，就是这叫做啥？这叫做先抢到就先赢，安尼对无？应该是安尼吼，应该是安尼，所以大家骹手爱紧，若较慢你可能就买无，啊，乐山若后摆有要出家己的衫，互大家买的时阵，才来甲我讲，我过来替你即个拍卖就对，免费帮你穿衫。啊，对，免费帮你穿衫，啥物意思？就是讲你即个布袋迄红仔的衫，你若毋知影要安怎穿，你迄个有拄着任何的问题，伊拢有，就是替你，就是甲伊交朋友了后，伊拢会替你解决。对，这嘛算是互大家优待吼。即个买了后的即个服务嘛，是做甲足完全的，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的，欠衫无衫通好穿的，我讲恁兜的布袋迄红仔若欠衫无衫通好穿的，嘛会使来看卖。对，佮有人足关心的台语现代小说选。对，乐山这个乐山老师的沙秘书嘛是甲大家做甲足好的，所以大家毋免烦恼，讲你买了毋知影安怎用，真正毋免烦恼。而且迄个乐山老师足亲切的啦，伊若教你教袂晓，伊嘛袂甲你拍，互大家免烦恼。虽然我嘛袂甲大家拍啦，啊，就是要甲大家讲，就是过来就是咱这个台语现代小说选，册敢会当分开买，应该会使啦，应该会使，应该是会使，啊衫甲鞋就无分开，来，这本看起来是毋捌拆开的哦，这看起来是无拆过的哦，所以嘛算是新的，100块俗啦，100块俗的，大家若是看台语的小说看无够，请拍排队，搁想看卖，今日无要卖这，虽然后摆若有人要卖啥物。扇喙皮，扇一摆偌济啊！会使甲我讲，我过来替你卖，会使啦，会使分开买。乐山头家有讲，这是我叫是无听啊，这应该是册皮迄个书套啊，册录啊，原来是安尼，所以这是二手册就对，啊，毋过有到迄个册录啊 ，OK， 安尼大家嘛是共款，直接加乐山做。Discord 的朋友就会当买，哇！这买着赚着，平常时一本册都毋拿100块，啊，今仔日你100块毋拿买着一本册，你搁买着册录啊，哇！这算是迄个价上毋拿较低，搁送你物件有无？
所以有想要加读一寡台湾话小说的朋友，嘛会使去抢。我刚刚讲的抢，毋是抢劫，是讲骹手爱较紧。先抢就先有。落山敢着爱用画价？落山你若要爱我直接替你，就是用叫做竞标迄嘛会使哦。你的看要安怎，看要安怎。虽然落山原底的意思应该就是讲100块先抢先赢，对无？应该原底是这个意思。你若雄雄要改变心意嘛，还当直接讲一声，我就随互大家画价好无？来，好，我搁趁这个机会啉一下茶。今日讲足侪台湾话有够爽。虽然讲咧啉茶，毋过其实我咧啉咖啡啦，拢会使好啦。画价较好算对无？用画的较趣味对无？来，敢会画的超过原底的迄个定价，敢有可能？我是毋知啦，我是毋知吼。这恁的自由，我袂甲恁限制。OK， 来画价。猫咪果水要出偌济？为100开始画。有送想要买，先出一个声好无？出声的意思是拍字啦，先拍一下字，出一下介绍好无？来，已经买啊，我，你若毋是，你若已经买你买你敢若有册，你无迄个册录啊，你嘛是会使搁买啊，对无？今日看你是要甲当做是。买册送册录啊，还是你是买着册录啊送册，拢会使。这咱这个世界是为你家己的这个解脱解释。好啦，你搁咧练笑啊！来，猫咪果水出200，好来。先甲拍一只大家看，猫咪果水出200，够无？来200一盖，200。补一下这个100以上。来，猫咪果水200，2盖。来，要买就爱紧画声哦。好算吼，画价有影好算。我嘛爱看大家出价，会有这个看数字愈来愈大，都有一个足欢喜的感觉。大家可能拢有这种感觉啦。有影？什么？这什么浸水式的拍卖会场？这毋是干那迄个浸水式尔，这着真正咧拍卖。来，无人要出啊吼！猫咪果水出的200块3盖，好。先交，安尼迄个猫咪果水就甲咱落山做好朋友，做朋友了后就通好直接甲伊联络，就会当买一本册啊，好，耶！今日这任务算是圆满，袂晓讲话，圆满达成啊，水，好，耶！感谢大家今日来捧场，我。敢有人想讲迄个今仔日拍卖，照理来讲是毋是应该卖一下家己的朋友对无？无卖家己的朋友，太敢怪哦。其实原底有要卖啦，毋过我迄个，因为我最近咧申请迄个卖迄个货，咧申请迄卖货迄个卖场，要无过。我想晚才开始，上班才开始准备啊。我无讲足提早准备，所以我迄个卖场还咧申请。迄还无通过，还无多卖。我原底计划是讲今仔日卖大家的物件卖了，上尾来卖家己的物件。结果迄卖场还未开好，所以无法度。这啊。家己的问题，家己做得来上班才开始准备。所以可能若准阁有后改的时阵，才来继续卖啦，卖家己的这的周边就对啊。
哎呀，爱申请啊，迄卖货，迄个做啥？卖货变哦，卖货变的爱申请诶。大家若后摆有要卖，就爱注意哦。要卖周边诶，爱申请迄个，是讲迄个啦。爱申请诶是讲迄个爱，互伊会当入卡，互伊会当入卡，就爱先申请。啊，你若无申请迄个入卡诶，就变做是人会当讲你物件寄过去，寄甲因迄个超商了后，伊退货时阵才付钱，这对我来讲就有一个风险，就是讲若有人就是讲要买啊，毋过物件寄过了后无付钱，伊个摕转来，我迄个运费就了啊，所以无法度，这个风险我暂时无法度承受，所以我即马是咧申请迄个，互伊会当入卡的。所以后摆就变做讲要买的时阵，就爱请大家爱先入卡先纳钱，我物件才有法度寄过。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对，大家若是普通时啊，是迄个私底下交易一寡，无讲量足济物件的时阵，应该是袂要紧啦。毕竟我也是一个 VTuber，所以万一虽然我平常时也无做啥物歹代志，毋过若有人要来舞一个啥物的时阵，我反正嘛无度对，所以就安尼。朋友是进前迄个，朋友毋是欧拉夫老师的迄个。好，问了真好，互我会当有一个机会，接伫即个话后壁来介绍一下我新出的朋友，就是顶回耍卡虎的时阵有摕来做奖品，顺续有互大家偷看，虽然一直拢无一个足正式的介绍，今日趁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来，这，我的朋友，是箱仔形态哦。若是有介意迄个原底的我，如果你喜欢原本的我，你若是对，你若是较想要爱原底我的形体，通去来买，箱仔形态，对，伊一面是好食，正面是好食。你若想要甲我肉态你若介意肉态主播你无要互我食好食的物件你要爱我食喷食屎食袂当食的物件要安怎不要紧，你甲变过，变甲另外一面食袂落有两面啦，两面你会当做选择看你要做一个温柔的人我食一寡好食的带我来啉咖啡食鸡卵糕会使用这面真正有人讲啥物箱仔摕起来毋是讲我即卡箱仔看起来足适合摕来做喷汤送讲的家己承认真正送讲的我拢记足条的毋过你若无承认我也袂当摕我嘛摕你无法或者真正有人安尼讲啦袂要紧我才有另外一面拄好会当你若真正厝里有喷桶你真正迄个要甲我肉态你若肉态你阁要互所有的人拢知影你是一个足粗残的人，你就会当甲伊变过来即面插入去你的喷桶内底，我嘛是无法度安怎啦？就是安尼。好，对我迄个卖场要咧赶紧迄个爱互伊申请通过。所以我若申请通过，我一定随甲大家报告，随叫大家纳钱安尼，我就通来卖啊。就是安尼。对，这就是新的朋友，虽然要无法度开始互大家买。对，讲了啊，就是安尼。安尼感谢大家今日来看我拍卖。今日话可能讲较济，所以若真正袂堪佮加上即个有感冒啦，所以。可能迄个声无亲像平常时遐尔好听，安尼是对大家较歹势袂要紧。讲迄个讲话声无够好听，要安怎袂要紧，咱会当用唱的看敢会较好听。明仔载要来唱歌，明仔载下晡应该算下晡，明仔载阴暗5点，5点的时阵要来唱歌，互大家听。
这号做中秋歌会。是讲中秋的时阵，大家有可能要烘肉有无？哦，若有要烘肉的朋友，就带通好来配一下我的音乐。吼，我毋知影大家是倒一工要烘肉，袂要紧。哦，或者这个啥？直播的迄个档也袂走去，直播的档也袂走去，所以明仔载唱了，吼，大家会使吼，伫你烘肉的时阵，吼放出来，互你的亲情好朋友听看卖。吼，明仔载我尽量较有水准的啦，明仔载我尽量较有水准，讲较正经的，莫讲伤济543的，无惊讲恁毋敢放互厝内人听吼。哦，所以大家咧明仔载咱较有水准的，我尽量。哦，我若真正控制，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就歹势。安尼好啦，非得明仔载就来唱一寡烘肉的时阵会当听的歌。所以平常时拢无水准，无一定爱看观众朋友甲我讲啥，对无？嘛是爱看恁，若是讲一寡较有内容的、较有营养的，我嘛是会接一寡较有营养的话啊。恁若来拢讲一寡543的无营养的，我嘛干那会当陪恁讲啊，对无？哪像是甲问题拢塞甲恁的身躯顶的，哇，有够痛的。好啦，无啦，讲笑啦，我相信明仔载一定是会当足有水准的，会使啦，会使。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啦，吼。好，就是安尼。大家今日迄个今日推荐互大家的物件，足侪拢是，毋是足侪，大部分拢是网络顶面用网站来去买，所以大家会使搁慢慢啊试看卖，慢慢啊想看卖，看有啥物想要买，豆豆想毋免赶。或者恁若袂记我的即个邮台号码是啥，袂要紧，即个档也袂走去，随时再转来看就好，就安尼。大家爱记得用哦，爱记得用才有优待哦。好，就安尼，希望大家今日拢有看到家己喜意的商品。若无上无嘛，听我讲543，希望恁听甲有欢喜啦。若听甲无欢喜就寄批互我，叫我改进。豆浆棉仔糖叫我改进，会使。哇，陈月暗安，你才来。我就准备要关啊嗨咯，因为今日感冒，所以较无开遐济，歹势。安尼咱小等就来飞去别人的迄个直播啊哦，好啦，大家嘛爱看电动是啥？大家嘛爱看拍电动，无咱就来伊利遐好啊啦。伊你即摆是咧拍电动是？伊头拄有来拍一下胡椒，毋是拍胡椒，拍一下招呼小姐们。好，咱就来遐。歹势，陈月，歹势，你等下来，我就要关啊。多谢伙计心痛王，人夫拍袂关。什么人夫拍袂关？什么意思？我无咧卖人口，莫有白讲。毋是才讲明仔载要讲较正经的，你即马就随咧，拍好就好心情，没有啦，趣味啦，调工讲毋对啦，拍招呼听起来都甲拍好招足像的啊，我都足想要安尼讲的。心痛王人夫拍袂关是3个字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我的问题。好，安尼咱先飞去找伊利好啦。明仔载5点会记得来听歌哦。无就枉费我练甲遐尔忝啊。明仔载爱来呢，无来我会生气哦。好，就安尼，明仔载再会。再会。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哇，我连歌词都袂记，无可能诶！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6月目呢遐尔啊芳。
祝福你啊，应该毋是安尼啊，真袂记啊。